耶！主厨好时刻的时间到诶。阿龙哥，你来搞太个煮么个5粒色的料理？心太软。心太软，想到是糖，还没煮主型啦，煮面软就心太软啦。答对了，答对，真嘅啦。便宜的啦。哎呦！我發現咯，你水放魚啊，咱咪強下做水放魚。你啱先做得食到，咪做菜。係啊，工作緊。新月節嗬。乜嘢話？弄暗哦。啊，結果製作人按做唔得咯。而家你從那表達講暗自哭泣。唔係啦，他現在在減肥。好，來。好，那個可以說。哦，你啊，你要按到心太軟啊，按到紅棗，因為啊。有時候啊，要讓小朋友呢補身啊。有時候你下風軸啊、枸杞啊，記住唔是你下風軸啊，大部分80%啊，來自於對岸。哦，好，你下皮看看。東向哈。不是，一般人是分2口，不是1口吃啊。沒有，剛剛那是不。身啊，有時候你下風軸啊、枸杞啊，記住唔是你下風軸啊，大部分80%啊，來自於對岸啊。台灣你咪睇咗落去唔會生嗎？沒有裂的，沒有裂地吧？哦，沒有裂啊，哎，沒有裂，差不多安樣。稍微長。哎，你下煮湯做得啦，煮雞湯做得，你下就係做你下出心太軟做唔得，哦，調色，哦，你下太了唄，哎，你下首先哦，來洗好，來切豆。要中間又跟籽啊，剝下來，不能衝動。嚇攰了未？攰了未？你看咯，你要按細隻嘅吼，當麻煩。冇辦法。而家很鮮人把人家素質講得太低。聲音哦，幾莫個有耐心，他是不是很配合？差唔多吼，差一批呢。好，五哥呢，來填修一下。好。我來做7把用啊，你下糯米粉。糯米粉。留一啲啲的吼。留一啲啲啦，加啲啦冷水，加啲啲冷水，等下我用一啲啦湯，中那大幾把呢？哎，呀夾，好，你先加啲啦水子加吼，好，我小細腸咯，你一出咯，冇辦法帶小台啦，哦，你加啲啲啦水就得，好。我有些東西我有冇可以？我出面拿10條碟子加啲啦，加啲。係，你從大板用啊，玩到大板呢，食做糍粑啦，又係做板煙啦，用糯米粉，你是向下，你是存錢用矮板啊，矮板的，哦，用糯米還要用那個袋子啊，砸水，嘿，當天天氣喘的聲音，你是錯嘞，真有用出力了啊，好，來，我們呢？做糍粑也係大板啊，切熱球，其實熱好食，哦，因為冇一個彈性啊，係要係彈性，韓國雜個咧係要變嗰種嘅板媽，很啊 Q， 很好食，很軟係嘛，係，好，你做得咧，佢唔會飲少喎，唔會飲薄個吼，好，嚟炒咩？姑娘捏到一粒心臟的形狀，就心太軟，就心太軟了呀，心勁平，哦，你冇我填水啊，冇填水啊，水冇啊，冇，我做隻，你再做隻個，好，你攞尖，哦，變個洞見，按手在咧，哦，來就盤落來，哦。製作單位講要做個時間吼，夾掉吼，攞尖，你當簡單，豆腐卡你自己咪做緊做，好，就出人怕咪吼，就出人怕，你只下睇，好，睇只啲啲就做得，哦，像你啊，豆腐卡，你講親子料理啊，咪我看哦，慳時做嚟出，你當貴呢，你對南門樹倉。一隻差唔多係30
30块。一粒凤爪。哎，一粒哦，哎，你做好一只哦。哇，5粒生的料理呢，一粒凤爪30元呢。你看凤爪越下甜越好吃啦。哦，你看你还越下麻烦啲啦，该该籽啊。嗯，蛮简单。佢係加天數椰子加這個做薯絲。可是哦，你睇點下當好食嘅冇片，你睇下一天啊，留一隻，一隻份新月子。哇，一隻最好嚇。佢燙到唔就生氣冇？啊，要做對唔起嘅事情啊。佢閒言哦，叫佢開口啊，向我係幾間大不做，來，你嚟做，我係食隻，你就做幫我食。哦，你睇冇煮好啊。爛嘅，冇要緊。任佢嘛？嘿嘿，你喺當有名哦，喺上海點心心太軟啊。又咩唔發面啊？唔係啦。那上眼鏡哦。我想你啊，按好食嘅東西啊，對按節目啊，總本大家看哦，唔卡要食朋友啊，點説你係鳳爪啊，鳳爪其實哦對身體啊當好。好，而家差唔多啦嗬。好，你一下。王媽，有水，用整啊？哎，用吹，哎，咪我試下抗鹼豆啊，哦，吹，王媽吹吼，啊，你整一整一叫喂，差唔多6分鐘。6分鐘。好，來兩片。係啊，我就講係前啖酥腰俾我做嘛。還有哈，兩片啊。準備啲嘅水，我係做嘅幾係醬啊！哦，整好下碗醬冇面拖，牛年乾，嚟略切一下，冇重太皮啊！切下應對啦嗬。而家出菜時下，上演下精緻啲啲啦。精緻嘅意思，一口當細粒啊，你精緻係嘛？沒錯，好。我嚟我講幾下，乜個需要嘅？肚片現在執嗰度。你啊，先講你啊哈，你要按照桂花蜜桂法啦，加了蜂蜜就這樣變桂花蜜。哦。桂花蜜。那加了玫瑰花呢？玫瑰花蜜。那加了茶花呢？那加了蝦呢？蝦蜜。蝦蜜。好嚟。略來注意下，即係香氣又會出來嗬。炸過來，你啊桂花蜜，仲落，哎你睇，新月姐就食下甜啦。係啊，就所以講啲甜嘅話，當然啊。奇怪怪怪好，而家嚟給煮開來，你按到桂花。桂花。桂花，新鮮的桂花。一日市場買到係買唔到啦，你木筍自家摘咗啊，一便宜你冇要緊啊，你就不會，我係小虎，哦，所以唔會俾人打。哦，就當然稍微。打一兩次就得咧。哦，係好用哦。好用啦，好你一皮看看。當香嗬，你啊桂花嗬，係正經，你買唔到嗰種桂花嘅嗰種蜂蜜，你就去摘新鮮的桂花，然後把它加進去。這樣就可以了。幾皮？你發最好。發絲，當香，喺度你喺蘿蔔一家種嘅啊。好，一手工就冇。兩片啊，先試看看。要做顯示嚟啊。佢要甜冇？啱啱一湯嗬。要香冇？冇甜哦，裡面嗰種當細嘅嗰種細甜，當鬆爽、當舒爽嘅嗰種甜，就這樣麼？我按呢哦，你做的兩種，一種係勾芡，一種係從你原汁原味，按你啊，給你原汁原味來呈現。好，按你啊，準備好，你啊會好了，再過來，要甜嗎？要好，要香嗎？要香，要好食嗎？要好食哈。唔過家己忙食到，以後是要冇食。好，你啊，按到醬還有 sauce 啊，你啊煮好咧。然後其實你做豆煮的不用變相啊，唔會壞，因為啊，它是蜂蜜啊，它會它拿出來，它反過來會粘在一起，從麥啊用
哦，来看一下哦，每節好來， 5分鐘。要狀態嗎？用個空氣球刷冇數，你試看看咯。用水哦，一定係叮當冇數啊！你啊，差唔多啊，大火差唔多是5分鐘一定熟啊。你啊，叫這本試看看吼。冇難定嘅字，我打一陣。嗱，佢冇看到，冇要緊啊。可能當小呢。然後，我哋啊，它現在已經慢慢變透明，有沒有？像個是個叫七八用啊。從栗子用誒。哎嘿嘿，好，我就是故意啊，多說幾句，它就是會冷了。哎，對對對，你看我對你多好。叫你聲。豆走。哦。一般人是分2口，不是1口吃啊。沒有，麥總，給我血河本大家看一下，怎麼直接吞下去？你這樣還要再吃2顆呢？好香耶！當好食我冇便宜啦。好，嚟啊，你看哦，哎，有沒有白白又胖胖？其實啊，剛下你啊誰炸的呀？反過來沒有那麼漂亮，你下台炸的呀，下醬。哦，所以做家手邊個到底較發起來較強哦。你啊真緊當吼食我冇便宜啊，你啊吼莫不用強減，不用強減啊，因為黏強下，心太軟，吃了你就心就變軟了。所以說平常呢火氣大，你就可以吃這個。好，不要夾雜，再過來。呀，花樣冇看啊？點樣落麻花啲嗎？唔知。我落金銀花。金銀花？你食糖果嗎？唔識啦。較早沙士你知嗎？嗯。家下咩？雞肉啊？哎呀。算了，用2下醬。唔該。叫做薄荷葉地吧。薄荷葉，你怎麼搞得好像很陌生一樣？哦，這樣子，我太搞糖啊！大家好像10年前朋友搞懵逼啊！好來，好，心太軟，獻給大家。心太軟，糯米粉加水，係多少嘅糖調香下，切到唔滿鹽水就做得嚟。睇紅棗白開紫拿鐵，添加切好嘅糯米粉爆到紅棗中間，撈鑊整6分鐘。奶仔鑊嘅加水，添牛年乾、桂花米煮米滾，安尼醬汁就做好咧。馬做啲加條桂花增加香味哦。然後都整好嘅紅棗蛋糕，淋上煮好嘅醬汁，好食嘅點心心太軟就完成咧。